台南的日本友谊城市山城，该市长佐藤孝宏特别组成经济贸易团来台南参访，由市长黄伟哲亲自迎接。第一摆拜会，主要是山城市长伫4天后再次来台南，嘛是市长黄伟哲伫疫情过后的第一摆接待。会中市长特别感谢佐藤市长对台南4摆支持，因为伊明年除了要出席台湾灯会。该市的传统舞蹈花里舞也将登台表演，充分展现双方的友谊。热烈欢迎这个山形市的花里舞，明年会在我们台湾灯会会表演。因为台湾灯会是一个展出期间大概有1000万人次来参观的灯会，平均每一天大概要30万人，好，所以说我们很欢迎。这个山形市的花里舞能够呈现在台湾的这个民众面前，那做最好的一个交流与这个展现。日本山城这回由正常2届所组成的访问团，除了拜会市府，也将参访台南的半导体产业以及沙仑日能科学城，来深入了解台南的产业发展。期待当继续扩大山城甲台南的交流，互两市的友谊久久长长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